今日呢條片，我可以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，係我搜集資料最辛苦，但係對各位老友記，或者你有老友記喺屋企嘅觀眾嚟講，係最重要嘅一條片。點解咁講？因為眨眼之間已經嚟到2026年啦。今年嘅長者醫療券政策唔單止係派糖咁簡單，佢背後隱藏咗好多你可能根本唔知，或者一直誤解咗嘅福利。特別係對於如果你想將呢筆錢用得其所，甚至想用政府錢返大陸整牙、做體檢嘅朋友，今日呢條片會係你嘅救命草。我哋今日唔講虛嘅，直接講重點。2026年長者醫療券有3個超級大嘅關鍵詞。第一，係2000變2500嘅獎賞機制，今年可能係一個好關鍵嘅轉折點。第二，係大家都好關心嘅北上整牙，原來真係可以政府埋單。第三，就係大灣區嘅適用範圍已經擴展到19間醫療機構。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話，切，呢啲新聞都講過啦。錯啦，新聞講嘅係標題，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點樣用，點樣攞盡同埋點樣唔好踩坑。我會將呢19間醫院一次過同大家梳理清楚，邊間睇牙好，邊間睇心臟好，邊間近口岸，通通話你知。所以嗱臨冚個訂閱，坐定定，我哋即刻開始。首先，我哋先嚟講下大家最關心嘅錢。大家都知，凡係年滿65歲嘅合資格香港長者，每年都會獲發2000蚊嘅醫療券，呢個係基本盤。但係來到2026年，你一定要知嘅係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。好多人以為呢個計劃係永久嘅，但其實政府推行任何先導計劃都有個期限，而根據之前嘅政策走向，2024年、2025年、2026年呢3年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察期。簡單嚟講，如果你係同一年度內累積使用至少1000蚊醫療券喺一啲特定嘅預防疾病用途上面，系統就會自動向你發放多500蚊嘅獎賞，即係變相如果你識得用，你一年係有2500蚊可以用。咁問題嚟啦，好多老友記同我呻話，阿仔啊，我平時傷風感冒睇醫生都係用幾百蚊，點樣湊夠1000蚊啊？係咪要我無病呻吟去睇醫生啊？絕對唔係。呢度就有個好大嘅隱藏貼士，政府所謂嘅特定預防疾病用途，其實範圍比你想象中闊好多。除咗大家都知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，即係你睇私家醫生如高血壓、糖尿病呢啲，其實仲包括咗好多身體檢查。來到2026年，大家更加要留意，你去揾私家醫生做一個全面嘅身體檢查，或者係牙科檢查，只要個性質係預防性嘅，呢1000蚊其實好易湊夠。譬如話，你去洗個牙、補隻牙，再加個驗血報告，分分鐘已經過咗1000蚊，咁個500蚊獎賞就會自動跌入你戶口。記住啊，呢500蚊係有使用期限嘅，通常係下一年度嘅年底前要用完，唔好儲埋唔用啊。同埋要提大家，醫療券嘅累積上限係8000蚊。2026年啦，如果你個戶口入面仲係就嚟爆燈，去到7000幾8000蚊，記住一定要快啲用，因為政府再派新一期2000蚊入嚟嗰陣，如果你爆咗額，多出嚟嗰啲錢係會直接消失，唔會補返俾你㗎，咁就真係賭錢落海啦。講完個基本金額，我哋就要進入今日嘅戲肉，亦都係2026年最大嘅亮點——大灣區醫療券嘅全面爆發。回想返幾年前，老友記想係大陸用醫療券，基本上得個港大深圳醫院可以揀，但係去到2026年，個名單已經擴展到成19間醫療機構。呢個數字代表咩？代表你唔使再山長水遠，淨係逼去深圳福田，你可以去南沙、去東莞、去中山，甚至去到更加遠少少嘅地方，都有港式標準嘅醫療服務等緊你。而且係可以直接扣香港嘅醫療券，但我知大家最想聽嘅唔係醫院名，而係整牙。冇錯，今時今日係香港整牙有幾貴，我相信唔使我多講。剝隻智慧齒分分鐘幾千蚊，
植牙更加係天文數字。對於好多靠生果金或者積蓄過活嘅老友記嚟講，整牙簡直係奢侈品。但係隨着政策放寬，特別係深圳個幾間專注牙科嘅醫療機構加入咗醫療券名單之後，成件事就唔同晒。2026年，北上整牙已經唔係後生仔嘅專利，而係老友記嘅省錢密碼。試想像下，你係香港做一隻金屬烤瓷牙，可能要3、4千蚊，但係返到深圳，同樣嘅物料，甚至服務更加好，可能只需要1000幾百蚊人民幣。最重要係咩？係你可以直接用醫療券埋單，即係話，如果你戶口累積咗幾千蚊醫療券，你想去深圳整一整副假牙，或者做幾隻牙套，你自己可能1蚊都唔使出，政府全數幫你搞掂。我身邊就有個真實例子，陳伯今年72歲，佢棚牙壞咗好耐，係香港問過價，整返好要成2萬幾蚊，佢唔捨得。後來佢睇咗我哋嘅資訊，知道2026年政策更加成熟，於是佢去咗深圳愛康健或者紫荊雜交過濾已經納入名單嘅牙科診所。佢用咗累積嘅6000蚊醫療券，再加上個500蚊獎賞，基本上搞掂咗大半，自己淨係補咗少少錢，依家食嘢都滋味啲。不過講到北上用醫療券，好多人就會問：哇，19間醫院咁多，我點知去邊間啊？係咪間間都一樣㗎？呢個就係我想同大家詳細拆解嘅地方。呢19間機構其實分佈係大灣區唔同城市，而且各有各嘅強項。我哋唔好用列表形式，我哋用地圖形式帶大家行一次。首先，當然係我哋最熟悉嘅深圳。深圳作為第一站，佢嘅醫療資源係最集中嘅。除咗元老級嘅香港大學深圳醫院，同埋佢係華為荔枝苑嘅門診部之外，2026年大家一定要識嘅係專注牙科嘅機構，例如之前好 hit 嘅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，佢哋係羅湖口岸附近。對於住係新界北或者唔想搭長途車嘅老友記嚟講，簡直係首選。你過關行2步就到，洗個牙、補個牙，即日來回，連買餸時間都唔耽誤。除咗牙科，深圳仲有幾間綜合醫院加入咗，例如深圳新豐和睦家醫院，呢間行高端路線，環境好到似酒店。如果你好怕去醫院聞到各種消毒水味，或者好怕排隊排到天荒地老，呢類私營醫療機構就係你嘅好選擇。雖然佢收費可能比公立貴少少，但勝在服務好，而且用醫療券扣減之後，其實性價比非常高。離開深圳，我哋向北走少少，去到東莞。東莞有好多香港人養老，或者有親戚喺嗰邊。東莞東華醫院係一個重點，呢間醫院規模好大。而且佢哋嘅綜合科室非常齊全。如果你係長居東莞或者經常返去住下嘅，你有頭暈身㷫，唔使特登跑返香港，直接去東華醫院就可以用醫療券睇門診。再講遠少少，廣州。廣州作為省會，醫療水平絕對係頂級。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，呢個名響當當啦啩。佢係南沙嘅院區都用得醫療券。南沙依家交通好方便，有高鐵直達。如果你有啲比較複雜嘅老人病，例如心血管問題，或者需要做啲詳細嘅檢查，廣州嘅大醫院設備絕對係世界級。仲有廣州嘅陳星海中西醫結合醫院，如果你係信中醫嘅，想調理下身體，做下天灸或者針灸推拿，呢度就非常適合。用醫療券做中醫調理，係好多老友記忽略咗嘅用途，其實係非常划算嘅。跟住我哋過埋去珠江西岸，中山同珠海。中山陳星海醫院我頭先提過，其實中山仲有其他選擇。對於住喺中山養老嘅香港人嚟講，呢個政策真係解決咗睇病難嘅大問題。以前又要俾現金，又要兌匯率，依家直接扣香港戶口，方便好多。珠海方面，隨着港珠澳大橋嘅便利，珠海人民醫院等等嘅機構亦都成為咗熱門選擇。特別係如果你住喺大嶼山或者東涌，
經大橋去珠海睇病，分分鐘快過你出市區排公立醫院。講完地點，我哋要講下軟件，即係流程。呢個係最多人卡關嘅地方。去到2026年，雖然科技進步咗，但係好多老友記對於用手機 App 仲係有啲恐懼。記住啊，你要係大灣區用醫療券，第一樣嘢，你一定要有醫健通。如果你到依家仲未下載醫健通，或者唔記得密碼，嗱臨搵仔女或者去民政事務處搞掂佢。因為係大陸睇病，佢哋唔會收你張實體醫療券，全部都係經系統扣數。個流程通常係咁嘅，你去到呢19間醫院嘅指定掛號處，通常佢哋會有個專門接待香港長者嘅櫃台，寫住香港長者醫療券或者類似字眼。你出示你張香港身份證，同埋話俾佢聽你要用醫療券，佢哋就會幫你登記。睇完醫生或者做完檢查之後，去俾錢嗰陣，系統會即時顯示你個醫療券戶口餘額，同埋今次要扣幾多錢。呢度有個細節要注意，就係匯率。醫療券係港幣，但大陸收費係人民幣。個系統會根據政府每個月更新嘅換算率自動幫你計。2026年嘅匯率機制已經好透明，大家唔使擔心會俾人食價，通常個匯率都幾貼市。講到呢度，我要特別提醒大家幾個2026年常見嘅坑，或者叫誤區。第一個誤區，以為所有大陸醫院都用得，千祈唔好傻豬豬隨便行入一間大陸醫院就話要用醫療券。目前只係得我頭先講過19間，同埋佢哋屬下嘅指定診所先用得。如果你去咗間無名單嘅，就算佢幾出名都好，你都要自掏腰包。所以出發前一定要上政府網頁，或者睇返我哋條片個資訊欄，check清楚個名單。第二個誤區，以為可以用醫療券買嘢返香港。有啲老友記好聰明，問我：喂，既然可以用醫療券，我可唔可以去醫院藥房買堆花膠、蟲草或者成藥返香港慢慢食？答案係唔得。醫療券嘅原則係治病同預防，唔係購物。醫生開俾你嘅藥，你可以攞，但如果你純粹想當超市咁賣補品，係唔容許嘅。而且海關對於帶藥物過關都有嚴格規定，大家唔好因小失大。第三個誤區，配偶共用問題。2026年，配偶共用醫療券嘅手續已經簡化咗好多。如果你同你老伴都有醫療券，你哋是可以連結戶口嘅，即係話，如果你嘅錢用晒，可以用埋老公或者老婆嗰份，係大陸用都一樣得，但前提係你哋要預先喺香港或者透過醫健通 App 做咗連結呢個動作，唔好去到大陸醫院櫃台先話要連結。雖然有啲醫院肯幫你搞，但有陣時系統未必即時更新到，就會好狼狽。所以出發前搞掂個連結手續，帶齊2個人嘅身份證副本，以此防身。雖然依家多數電子化，但有備無患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我開頭話2026年係關鍵一年？因為隨着大灣區融合越來越深，醫療券嘅使用數據會直接影響政府將來會唔會再加碼，或者再擴闊名單。如果你哋多啲返去用，用得其所，政府見到個需求喺度，將來分分鐘連住院做手術都可以有更多資助。所以大家唔好覺得返大陸睇病係一件好麻煩或者好降級嘅事。以今時今日大陸3甲醫院嘅設備，再加上香港政府嘅監管，因為入得名單嘅醫院，香港政府都會定期去巡查同審核，其實質素係非常有保證。特別係對於一啲需要長期覆診嘅老友記，例如做物理治療、針灸，係香港私家做一次物理治療幾百蚊跑唔掉，公立排期又排到2028年。但係你去深圳或者廣州嘅醫院，用醫療券做康復治療，唔單止快，而且儀器新，治療私人手足，你做夠一個療程，個人都鬆動啲，又唔使自己出錢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再深入少少講下嗰個1000蚊獎賞點樣係大陸用。好多人問我係大陸醫院做體檢，計唔計落嗰1000蚊預防性開支度啊？
好消息係，只要該醫療機構將你個項目輸入為預防性護理，系統係識別到嘅。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，如果你未湊夠個1000蚊，不妨趁返大陸玩嗰陣，去呢啲指定醫院預約個長者全面體檢套餐。通常呢啲套餐包括驗血、照肺、心電圖、腹部 B 超等等，係香港私家做一套可能要2、3千蚊，係大陸可能只係1000幾百人民幣。用醫療券扣完，剛好達標，系統又送多500蚊俾你，簡直係財色兼收。不過有一點要好誠實同大家講，就係住院問題。雖然2026年多咗好多醫院，但目前醫療券主要都係包門診同埋日間護理服務。如果你係大病要住院做手術，醫療券個額度就算你有8000蚊，通常都未必夠俾手術費。而且醫療券本身嘅設計唔係用嚟支付大型住院費用嘅。但係有些日間手術，例如白內障或者好細嘅息肉切除，如果係門診或者日間手術中心做，係有機會用到嘅。具體一定要問清楚醫院個收費處，呢個手術係計門診定係住院，呢個好關鍵。如果是計住院，醫療券就用唔着啦。既然講到咁詳細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隱藏玩法，就係中西醫結合。係香港，你要睇西醫就去西醫診所，睇中醫就去中醫診所，兩邊個病歷通常唔通。但係大灣區呢19間醫院入面，好多都係綜合型醫院，你可以係同一個地方睇完西醫拎報告，然後直接轉個彎去睇中醫調理。例如你又有高血壓又有風濕，西醫開個壓藥俾你，中醫幫你做艾灸搞個膝頭哥，呢啲全部都可以係同一個戶口扣數。對於年紀大、有多種慢性病嘅老友記，呢種一站式服務其實係最貼心嘅。最後，我想講下心態問題。我知道有啲老友記對於返大陸睇病仲係有啲抗拒，覺得人生路不熟。其實2026年嘅今日，好多呢啲指定醫院都已經非常港式化，佢哋有識講廣東話嘅護士，有繁體字嘅指示牌，甚至個裝修風格都好似香港嘅私家醫院。政府揀得呢19間，絕對係經過精挑細選，唔會揾啲山卡拉或者信唔過嘅醫院嚟搞壞個名聲。所以大家不妨打開心扉試一次，哪怕只係去洗個牙，或者做個簡單嘅體檢，當係去參觀下都好。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，2026年長者醫療券攻略就係3個字：用、長、通。第一，用唔好慳，特別係累積到接近8000蚊上限嘅朋友，快啲去用，整牙又好，體檢又好，唔好俾啲錢過期作廢。第二，長，記住湊夠1000蚊預防性開支，攞盡政府送嗰500蚊獎賞。你去大陸做體檢一樣計數。第三，通，善用大灣區19間醫療機構，特別係牙科同中醫服務，性價比極高，而且可以配偶共用，一家人上去飲茶順便睇醫生，既健康又開心。講咗咁耐，其實都係想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，每一分每一毫嘅福利都唔好浪費。政府俾得我哋就要用得其所，用得精明。如果你對於點樣開通醫健通，或者想知道某一間醫院具體係邊度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問我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或者你可以分享下你已經返過大陸用醫療券嘅經驗，話俾大家知邊間好，邊間冇咁好，我哋互相交流，避免中伏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，或者幫到你屋企嘅老人家，記住俾個 like， 同埋 share 出去俾你嘅親戚朋友群組。你嘅一個 share，可能就幫佢哋慳返幾千蚊，甚至揾到個好醫生解決多年嘅病痛。記住訂閱我嘅頻道，冚埋個鐘仔，咁下次有最新嘅福利資訊，你就唔會錯過啦。我哋下一條片見，拜拜。